再来，咱来看美国最近除了军事援助咱台湾。根据日本媒体报道，台湾部队8月份参加美国中西部密西根州国民兵主导的军演。台湾受到中国的军事压力，美国拜登政府希望加强美台的军事交流，协助台湾提升国防能力。8月，美国密西根州国民兵主办的联合大型演习北方打击，包含真济国的军队，规模超过7000人。日本产经新闻独家报道指出，咱国军完好参与，而且兵力比进前增加，看得出来台美军事交流加合作有加强的趋势。在这个密西根的这个联合演训，主要是因为场地够大，所以国军参与的人员都可以有完整的步炮装。甚至是网络通讯、电子安全的这种演练，这一点可能在台湾是比较难施行的。7月，美国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伫听证会，互人问到伫密西根训练台湾部队议题时，并无否认，敢若表示无适合公开谈论。不过，美国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。另外，美军原来持续补充弹药存量，要开10亿外，向美国采购 M67型杀伤手榴弹。到时阵估计会当得到70多万粒。它的信赖度、稳定度以及品质都是最新规格，这是更新我们现有弹药的品质。中国威胁不断，外交部长吴钊燮7日应邀伫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名发表闭幕演讲。呼吁国际社会爱坚定支持乌克兰，也加维护台海和平甲稳定。If we don't stop authoritarian China before it does anything to Taiwan, it will be ready to dominate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endanger Japan, the Philippines, and beyond. 联合国大会7月开议，吴钊燮也写文章予国家利益杂志，强调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，就是支持世界和平。中国错误解说联台第2588号决议，联合国无应该排除台湾参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